到底係否極泰來，定係夢醒時分，定係該來的還是要來，仲係未知之數。小弟今日喺 IG 見到呢一單由香港媒體報導關於 David Hanson 所講 BNO 嘅改變，小弟就冇喺任何英文 source 度揾到，但係小弟就揾到呢一位英國嘅 Minister Sima， 相當唔識讀唔緊要啦。佢喺星期一6月2號下議院接受國會議員質詢嘅時候，被問到有關10+1嘅改變，佢話而家係 too soon to know。佢話政府今年 later on the year 會 consult on the proposal before it could say for sure。later on the year 2025年嘅9月份，小弟之前拍嗰段片已經講咗呢份文件由2020年出台，容許香港 BNO holder 嚟到英國嘅文件嘅第一頁已經講過，喺2025年嘅9月，佢哋可以進行重新評估。呢位 Senior Minister 佢話要 consult on the proposal， 咁到底佢會 consult 邊個呢？即係當然係英國嘅選民啦。咁而家英國嘅大勢所趨或者民意所向，就係要減少英國嘅移民。咁到底英國政府會聽邊個講呢？其實已經一目了然啦。咁呢個亦都係大家需要切身面對嘅好 hardcore 嘅事實，真係可能會變成10+1，呢個可能性呢越嚟越大啦。英國嘅 Home Office 內政部亦都講過，佢哋好可能會參考澳洲或者加拿大嘅 point-based 移民制度。佢哋講到想移民嚟英國嘅移民，佢哋必須要 show a real and lasting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y and society。換言之，佢哋需要嘅係對英國有貢獻嘅移民，而唔要嗰啲過嚟拗着數嘅香港醒目仔女，諗住一心一意5+1之後自己返香港賺錢，仔女就留喺英國交 local fee 去讀大學嘅呢班人。你估英國政府又知唔知道你哋嘅心思意念呢？好多過到嚟英國嘅香港人做自僱職業，譬如呢個送 delivery、Uber Eats、Amazon 或者喺中餐廳度做 cash in hand 嘅工作，你哋有冇交稅呢？有冇交足稅呢？呢啲嘢英國政府又知唔知道呢？到底呢班聰明仔女過到嚟所做嘅一切，英國政府看在眼裏之後，又會唔會真係 exempt 你哋，唔俾你哋10+1，維持5+1呢？小弟講過好多次，英國政府唔係傻，你哋嘅心思意念，英國政府全部知道。你哋有冇融入英國社會？識唔識英文？係咪真係想貢獻俾英國政府，定係只不過係過嚟拗着數？其實人哋心知肚明，一目了然。咁呢單新聞對好多人嚟講，應該算係一個夢醒時分。只不過係仲未知道 for sure。咁佢呢位 Minister 講到話，今年 later on the year， 其實我諗今年係秋天時分，8、9、10月份左右就會知道。但係大家真係一定要打定100個底，10+1好可能 is coming。咁我會留意住呢單新聞，咁有啲乜嘢風吹草動或者最新嘅消息嘅話，小弟會再同大家去話俾大家聽。咁今晚就傾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期再見。